台南在地总价款评三观农家相助车，每年举办各种的活动，得到热烈的回响。这届活动将带领学员了解新闻媒体的幕后工作内容，透过采访的演练，实际操作摄影机、写新闻稿、加报新闻等课程，让学员体验做记者加主播的趣味以外，佮特别邀请业界的讲师，加到摄影的基础，并针对新媒体时代元宇宙的议题。加媒体视读的素养来做探讨。中嘉宽屏、三冠王跟双子星，在今年的8月，我们要推出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的活动。那除了就包含以往我们所推出的新闻采访，还有播报，还有妆法等等相关的一些专业课程之外，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时下最重要的媒体视读，教导我们的参加的学员如何来判别假知识之外，那在今年我们还有推出元宇宙以及微观摄影等比较属于新科技上面的一些课程，那所以内容相当的丰富，那也希望我们的国中、国小还有高中同学们可以尽快来报名参加。今年的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将伫8月11、12甲8月25、26来举行，分2梯次来办理。报名的对象锁定设籍伫台南市的国小4年到6年的学童，以及各高中的学生。每梯次为期2天，名额有限，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上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粉丝团来查询，或者是卡咨询的电话06-281-5194，转8516许小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